喺珠海就算樓價跌成白菜價，首期低得離譜啦，利率降到0都好啦。咁2026珠海買樓呢，我建議你千祈唔好再亂買啦。毫不誇張咁講呢，依家呢個行情啊，普通人買錯一層樓呢，10年都難翻身啊。如果你近期有買樓嘅諗法呢，咁呢個視頻呢，一定要睇完啦，都係我從業多年總結出嚟嘅肺腑之言。驚記唔住嘅可以點讚收藏，有時間嘅時候呢，攞出嚟慢慢再睇。一直可以買新小區就唔好掂啲舊小區啊，樓齡越長咧就越唔值錢啦。2026年房產新規之後咧，新起嘅小區層高啊，綠化物業全部升晒級，冇公攤，容積率又低，實在等唔切嘅咧就揀嗰啲交房5年以內嘅次新小區。另外舊小區嗰種一日都未住過嘅精裝房啊，千祈唔好掂啊，寧可毛坯自己裝修，都唔好買中串房啊，否則命都短幾年啊。如果你唔知道串房係咩嘢嘅，後台我話俾你知。另外後期漏水啊、電路老化等問題咧都會煩死你啊，呢啲咧就係當初貪小便宜嘅後果。第二，買樓嘅標準唔可以降啊！呢個咧係你保值嘅底線啊！咁買樓就係買地段啦，買配套，地段好，配套好咧，生活先可以方便啊！咁上班通勤啦、返學啦、買餸行街啦，一日可以慳翻2個鐘，咁10年落嚟咧，你就比人哋多1年嘅時間啦！咁銷售講得最好嘅，冇商業、冇學校、冇配套個小區咧，咁戶型再靚啊都冇咩用啊！咁同樣嘅預算，優先選擇市中心或者新城區嘅核心地段位置。第三就係呢個物業口碑比戶型更加重要啊！住得舒心先係真正嘅保值。後期大家都係睇呢個物業服務好唔好，環境好唔好。咁買樓之前咧，可以先查下呢個小區嘅物業口碑啊、保安啊、衛生啊係咪做得到位。咁物業差嘅小區咧，電梯壞咗都冇人整，垃圾咧堆積如山，住起身咧仲要成日煩心啊，所以樓咧都容易貶值啊。咁以上咧就係我喺珠海做地產佬總結嘅經驗啦，見過太多人踩雷啦。咁買樓係大事，寧願用多幾個月揀啱嘅，都唔好貪一時嘅平啊。畢竟樓咧係買嚟自己住嘅，唔係買件衫、買棵菜咁簡單。揀錯咗咧，真係影響咗自己一世嘅生活啊！最後我呢邊咧整理咗份26年嘅買樓避險指南，可以幫你慳翻10幾萬，需要嘅發3個6。咁我係 Jack 啊，實話實講嘅地產佬。